惠州呢匹黑馬近年嚟嘅勢頭真係越嚟越犀利啦。咁喺2024年嘅 GDP 總產值已經係高達咗6136億元，呢個成績已經係可以排入全國前50強嘅城市，位列第49名嘅。咁喺2024年嘅 GDP 增速更係全省嘅第3啊，妥妥嘅廣東省第5城。咁喺大亞灣石化區呢邊，仲有聚集咗橋牌啦、中海油等大企業，而且惠州嘅埃克森美孚項目亦都喺4月28日全面投產。仲喺高新區仲有 TCL 一位理能高端電子嘅產業巨頭，同時惠州承接咗大量嘅深圳萬億企業，例如話華為啦、比亞迪亦都係喺惠州呢邊有分佈局嘅。惠州嘅地理位置亦都非常之優越，同兩座一線城市廣州、深圳以及世界工廠東莞做翻個鄰居嘅。咁惠州嘅轄區入邊仲有大量嘅土地可以承接得到萬億產業嘅坐落，而且珠三角但凡喺向東發展或者係產業轉移嘅，比如話向粵東地區甚至福建省輻射嘅，大部分情況都係會經過惠州嘅。自惠州成為廣東省入邊高鐵站最多嘅城市，一共係建設咗9座高鐵站嘅，交通嘅便利性甚至乎都唔會輸翻啲省會城市啊。咁人口數量方面啦，惠州市2024年嘅人口流入量係147.2萬人，人口基數呢一方面，惠州明顯係唔使擔心嘅。目前可以睇出惠州市嘅城市發展狀況比較健康可持續，按照呢個趨勢發展落去啊，廣東省下一個萬億城市好大機會就係惠州。